喂，Hello，各位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 CM 日常。踏入2026年，今集節目係 CM 日常嘅2026年嘅第一集節目啊！咁亦都鄰近啊，農曆新年啊，咁就先祝各位新年快樂，財源廣進啊！嗱，咁今集嘅節目呢，就分別帶嚟6隻手錶，咁亦都係特價錶嚟嘅。咁咧分別係分咗兩個價錢，兩個 stage， 咁啊分別呢3隻咧就係850蚊，850蚊啊！咁另外呢3隻係幾多錢啊？咁係650蚊啊！記得啱睇啱玩啱心水，記得留言同埋關注我俾各位嘅回覆啊！哇，好靚喎啲錶！好啦，咁就唔講咁多廢話，馬上開始節目。喂，CM 日常頻道又同大家見面啦！嗱，記得點讚同埋訂閱，多謝各位支持。好啦，咁啊，首先打頭陣啦，就係呢3隻包金嘅手錶。咁呢，再講一次啊，係850蚊區域，第一個 stage 850蚊嘅區域啊。嗱，咁我就睇中咗邊隻呢？等我攞佢出嚟啊，就係呢一隻啊。第一隻同大家介紹嘅手錶啊，我睇中咗啊，呢一隻啊，好嘢嚟噶 Seiko Champion 啊，咁呢一隻錶呢，錶主呢就話沒咗有噶啦已經，咁呢係行走亦都相當之咁唔錯嘅，相信啊。嗱，咁呢一隻錶呢，處於個年代呢係60年代啊，60年左右，咁其實呢一隻錶呢，亦都係充滿60年代嘅風格啦，係一個圓錶頭。卜面啊，同埋呢一個卜鏡啊，亦都係好充滿60年代嘅元素嘅一隻手錶。咁個面亦都好清，係鐳射嘅金屬面啊。咁咧12小時嘅刻度咧係用長方形嘅條啊，金色條啊，金色條。咁係扁條嚟嘅。咁喺12點咧，佢係做咗2條，咁即係13瓦。大3針設計啊，係尖針啊！嗱，俾各位睇下先。咁60分鐘刻度咧，亦都係沿住個內影位用黑油間出嚟嘅。咁成隻錶睇落去係非常之簡潔啊！咁亦都係啦，呢隻錶咧嗰個錶面咧，佢係用晒啊，嗰個空間感啊係非常之大啊！佢係用晒成隻錶個空間啊！咁亦都係好簡約嘅一隻錶。咁佢係橋底嚟嘅呢隻錶啊！嗱，咁亦都係打晒啲字喺度噶啦，啲康乜啊，啲字啊打晒喺度噶啦。嗱，咁亦都係巴的啊，亦都係光頭的嚟嘅。嗱，俾我哋睇下先。咁成隻錶嗰個包金啊，係非常之唔錯啊。咁亦都係玩錶咧，如果呢個價錢玩到呢一種手錶咧，咁完美嘅手錶咧，咁係相當之咁唔錯啊！咁亦都係啊，嗱，俾各位睇下，咁佢嗰個 size 36mm 啊，呢隻錶36mm啊，非常之大啊，36mm啊。如果當時嚟講，而家佢梗係唔大啦，而家40幾mm係嘛？當年啊，呢一個 size 已經係好大噶啦。咁咧，甩條拉係45mm，咁佢係一隻上鏈嘅手錶嚟嘅。咁啊11mm 嘅一個 size， 佢厚薄度啊係11mm。咁成隻錶咧就設計咧比較典雅，你可以帶佢返工或者出席任何唔同嘅場合咧，亦都係大方得體啊！咁成隻錶個包金咧，亦都再俾各位睇一次啊！咁佢係非常之完美。咁我都話啦，以850蚊嗰個錶主啊，錶主話。咁其實已經係等同啊呢一隻錶啊，佢嗰個即係已經係好抵啊！呢個價錢，即係哇850蚊，哇大佬玩到呢一隻係一隻17 set 嘅上鏈手錶，玩到一隻啊60年代，即係咩概念啊？係成差唔多係60年代啊，係你當係60年前啊嚇，60年前咁保存得。咁有啲即係咁靚啊，仲可以保存得咁完整啊，成隻錶啊！咁你以呢個價錢嚟玩到咧，
亦都係一個精工，亦都係一個唔即係一個日本啊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品牌啊。咁多個元素係非常之抵玩嘅，850蚊啊，佢係850蚊區域嘅錶。咁咧介紹完精工之後咧，就介紹佢對手咯。佢對手係邊個啊？係星辰啊 ，Citizen。咁亦都係同樣啊，係嚟自60年代嘅。咁佢個風格已經係話咗俾我哋知，佢係都係嚟自60年代噶啦。同頭先嗰隻錶一樣。咁呢一隻錶咧，其實係細隻啲嘅。嗱，咁佢係星辰嘅 Citizen Matic 啊嘅一隻手錶。咁亦都係上鏈㗎，佢係一隻19石嘅上鏈手錶。嗱，咁呢一隻錶咧，佢係玩咩咧？佢係玩咗一個花款喺度。嗱，咁佢係大3針設計，亦都同樣係用咗尖針啊。12小時刻度同頭先介紹嗰隻 Seiko 啊一樣啊，佢係用咗13華，但係咧佢係內刮坑嘅設計。呢隻錶另外一個玩法，佢係做咗2個面啊，一個內面一個外面。咁內面咧，佢係做咗一個花紋喺度，係雙內刮坑嘅一個花紋，咁係以密集式嘅，咁排出嚟咧係好靚嘅，佢係卡拉咁樣密集式咁樣排出嚟嘅，咁形成一個深度同埋一個層次感啊。咁另外咧，佢嗰個外圈啊，呢個外面嗰個圈啊，佢係內刮坑，佢係用咗金色嘅內刮坑啊，仲塗咗啲金油上去嘅。咁其實各位睇唔睇到啊？佢亦都係做咗一個唱片面喺度嘅，做咗一個唱片面啊，亦都係卜面嚟嘅，有少少弧度嘅嗰個面，係60年代嘅一個常用嘅一個設計，膠做嘅卜鏡。嗱，俾各位睇下先，亦都係包金啊！呢隻錶，咁亦都係一隻上鏈包金嘅手錶。嗱，咁亦都係啦，價錢反映質素啊！呢隻錶，咁咧佢嗰個巴的咧，嗱，俾各位睇下先，咁佢係有少少唔完美嘅地方嘅嚇，咁佢有少少唔完美嘅地方嘅，咁啊一樣嘢啦，價錢反映質素啊！咁呢一隻錶咧，亦都係用咗光頭的嘅，嗱，俾各位睇下先，咁佢亦都係撬底嚇，咁20個micro咁樣嘅。應該係一個20個micro嘅一個包金或者鍍金嚇，俾各位睇下先啊，睇清楚先嚇。咁佢嘅巴的咧係有少少唔完美啊嚇，咁啊睇各位接唔接受啦。咁啊價錢反映質素嚇。咁呢隻錶咧，我感覺咧，整體佢嗰個包金咧，都係咁唔錯嘅，但係咧，如果你話同頭先介紹嗰隻精工比咧，咁我認為咧，頭先嗰隻精工Champion嗰個性價比係比較高嘅。嗱，咁咧而家就睇睇佢嗰個 size 啦。咁亦都係啦，其實同呢隻錶個設計咧，亦都係60年代啊。佢個面亦都係嗰個可觀性係非常之高嘅。咁係34mm，呢隻係比較細啲嘅34嚇。咁啊甩 to 甩，咁佢亦都係比較短啲啦，41mm 啫嚇。咁啊厚薄度咧就10mm，中規中矩啊呢隻錶啊。咁係850蚊區域嘅第2個選擇。咁嚟到850蚊區域嘅最後一個選擇咧，就係呢一隻寶路華。咁佢呢隻錶成個款啊，連個巴的咁都係向某一個牌子致敬噶啦，咁係卡地亞嗰個致敬款嚟嘅。咁咧佢係一個兩針錶，處於個年代咧係70年代尾至80年代頭。點解咧？因為佢係用咗方形嘅一個玻璃啊。咁其實方形嘅手錶咧喺70年代尾至80年代頭咧係比較流行嘅。咁呢隻錶咧係黑面啦。咁就方形方形。咁另外咧，佢係一隻包金嘅一隻手錶嚟嘅，或者係一隻比較厚嘅鍍金。咁佢啲金咧，亦都係比較靚㗎。嗱，俾各位睇睇，俾各位睇一睇晒先欣賞下隻錶啊。咁啲包金都係比較靚嘅呢隻錶。咁成隻錶咧，12小時嘅刻度咧，佢係用咗白釉
咁係一個長方形嘅立方條嚟嘅喎，咁係屬於扁條嚟嘅。咁你用咗八字寫咗寶路華同埋呢個 Longchamp 啊，嗱俾我睇下先。咁佢係橋底嚟嘅，咁個底咧佢係用咗呢個階磚底啊。巴的佢係用咗寶石的，咁呢一種石咧，有啲人話係安歷史喎，咁係黑色嘅一種寶石嚟嘅，咁亦都係常見喺手錶嗰度。咁成隻錶咧就大方斯文，兩針就比較優雅嘅呢隻錶啊。咁我哋睇睇佢咩 size 啊。咁佢好得意喎，其實佢咧方形咧，佢係做咗一個方形嘅圈嘅，各位見唔見到啊？咁係更加顯佢嗰個層次感啊！嗱，咁係30mm啊，嚇30mm呢隻錶咧係 boy size 啊，我相信係 boy size 嘅手錶嚟嘅。咁我哋就再度一度呢度啊，呢度比較難度。咁亦都係30mm 嚇，29.5至30mm。咁呢隻錶係比較細啲，亦都係上年嘅手錶嚟嘅，31mm啊，咪36mm，唔好意思睇錯咗。佢甩條係36mm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個耳仔咧，佢係按翻呢一個方形啊，咁係設計得細，即係比較短咗啲啦。咁係話薄啊，好薄喎，7mm啊，咁佢係一隻17色嘅上年手錶。咁啊850蚊咧，呢一隻錶咧，亦都係相當之抵玩。如果係以寶路華呢一個牌子嚟講啊，咁係相當之咁唔錯。以850蚊能夠玩到啊，寶路華嗱，咁我亦都上一上手，因為我比較咧覺得呢隻有品味。咁啊，介紹咗850蚊嘅區域，又輪到你下一個區域啦。第二個區域個價錢更加之吸引啊，係650蚊區域啊！哇，簡直係賣大包啦！如果你話哇咁你都睇唔啱，咁我真係幫你唔到啦。一隻介紹嘅，我相信各位啊，喜歡玩錶嘅朋友，亦都係同我一樣，將個 focus 望咗去呢一隻錶嗰度。哇，650蚊玩到啲咩啊？70年代啊！咁係東方相思啊！嗱，各位見唔見到？仲要係日本啊，日本製嘅黑面嘅一隻自動手錶。哇，650蚊，你話係咪賣大包先？真係嘔血啊！哇，呢隻錶真係嗱，咁我哋講一講啊，呢隻錶係70年代嘅手錶啊，膠做嘅卜鏡。咁咧，星期日曆、雙日曆嚟㗎，呢隻係。黑面12小時嘅黑度，佢係用咗呢一個屋仔階磚啊，個頂部啊，亦都係用咗呢一個大嘅好靚嘅白油啊，去油咗落去。大三針設計啦，呢隻錶，哇，3個 A 嚟嘅個款式係。咁咧，亦都係掘頭針啊，間咗白色油啊，秒針亦都係間咗白色油。另外60分鐘嘅黑度係用咗白色嘅間線，沿住內影位慢慢咁樣間上去，亦都寫咗 Japan 啊！呢一隻係一隻日本製手錶，白底黑字日曆，日曆亦都有日曆框啊！嗱，咁亦都係佢係用咗呢一個按製嘅 Pass 日曆，成隻錶做咗大鮑魚啊！亦都有呢個圈喺度啊，亦都有呢個圈啊，亦都做咗一個光頭圈喺度啊！鮑魚裝，哇，黑面想玩，真係想點啊？嚇，贏晒啊！咁亦都係隱藏嘅一個霸的嚟嘅呢隻。咁我哋扭一扭佢先啊！嗱，咁呢一隻錶咧，佢扭個時間都比較順，係3個 A 啊！呢個係一個東方啊！嗱，咁佢褪咗日啦，日曆。星期日嚟啊！嗱，各位見到褪咗日啦，已經。哎呀，咁睇睇個底啊！嗱，
咁個底咧都係原裝嘅，咁不過咧佢嗰個打花就比較淺啲，咁可能咧各位就睇得唔係咁清楚。咁佢係扭底嚟嘅呢隻錶啊，咁我哋睇下佢咩 size 啦。嗱，俾各位睇下，咁成隻錶嗰個保存度啊，都係相當之咁唔錯。哇！呢個日本錶啊，少有啊。咁咧佢係原裝嘅巴的，可以見到佢寫咗 O 字啊，東方嘅 O 字嘅一個巴的。咁呢隻錶咧，即係幾有心機呢隻錶啊，同埋佢嗰個設計啊。哇！你真係大佬，你玩，如果你玩錶嘅話，你都即係各位都知道啦。咁燒口組咧都係一個唔平嘅一個款式嚟嘅。咁咧，我嗰位朋友啊就話唔緊要啦，賣大包啦，已經係喺特價錶啊。咁啊幾 mm 啊？37 mm。哇！呢隻錶啊，成隻都好聚手啊嚇。嗱，俾我睇下先。咁亦都係37至38 mm 啊。咁佢因為鮑魚裝咧，佢個耳仔位又比較短啲，咁係佢特色嚟嘅。咁係39 mm 即係甩條甩，但係厚薄度咧就贏晒咁滯噶啦，14 mm 啊，非常都比較厚啊。嗱，咁呢一隻錶咧，佢係用咗膠做嘅一個卜鏡，俾各位慢慢欣賞下先啦。呢隻錶嗱。咁係好有層次感嘅成隻錶，好 sharp 嚇，19石嘅自動錶，哇！真係650蚊，玩到咁，仲想點啊？嗱，呢一隻係一隻上年嘅東方嚟嘅，咁如果各位中意玩懷舊咧嚇，頭先嗰3隻咧，嗰啲 friend 啊，咁咧就唔可以錯過呢一隻啊！咁呢一隻咧係一隻50年代尾至60年代頭。如果講老啊，佢應該係亦都係最老啊，650蚊啊，亦都係玩到最老嘅一個日本錶。東方呢隻相信係59年啊至63年嘅錶嚟嘅。咁其實喺個面嗰度已經反映到呢隻錶佢嘅年紀噶啦。咁佢呢個面咧，嗱，各位睇下係一個舊款錶啊嘅一個類似蜜糖面咁嘅面嚟嘅，好舊啊呢個面。12小時刻度咧，12、3、6、9係用咗呢個金屬字嘅粗兵字，其他位置係用咗一個菱形啊，亦都係有打花嘅喎。呢個菱形啊，盞鬼喎真係。咁係用咗一個菱形啊，去做一個小時嘅一個刻度啊。嗱，咁呢一隻咧係一東方星啊嘅一隻手錶嚟嘅，咁亦都有個款號喺度嘅。咁我就唔詳細介紹啦。各位如果識嘅話咧就知道呢隻咩錶啦。呢個係一個卜面嚟嘅嚇，係一個卜面膠做嘅一個卜鏡啊。咁個面係金屬嘅一個卜面嚟嘅，亦都係弧地沿呢個內位弧落去嘅。60分鐘刻度亦都係用咗呢個黑油嚟做一個間線。咁底嗰度亦都係仲有一個款號喺度。哇！呢一隻錶啊，真係抵玩啊，真係。咁咧，成隻錶咧就係鋼嚟嘅，成隻鋼味好重嘅呢隻錶。嗱，咁亦都係啦，哇！真係冇晒嘢講啊！嗱，亦都係呢個原裝嘅巴的啊，又有個 S 喺度啊！嗱，擺明係賣大包噶啦呢隻錶，咁亦都係用咗一個近似一個牛角耳啊嗰類咁嘅一個耳仔位，咁成隻錶係相當之薄啊，叫底亦都係 S 啊！咁呢個應該係50年代至60年代嘅一個 logo 嚟嘅東方嚇，而原裝嘅一個巴的，亦都係一個扁的嚟嘅，扁巴的嚟噶。咁成隻錶咧，好有呢個懷舊嘅元素啊！咁我覺得佢係似啲40年代嘅手錶。咁佢其實有機會比我估計嘅仲早啊！34 mm 啊，都係中規中矩呢隻錶。哇！呢隻錶真係650蚊，真係抵玩啊！34 mm。咁咧，嗰個甩條甩啊，係41 mm，哇！呢隻錶夠晒薄啊，得10 mm 啊，咁係幾抵玩嘅呢隻錶。嗱，又俾各位欣賞下。咁佢其實呢一個耳仔位咧，同呢個殼咧，其實亦都做咗一個
隱藏嘅一個光頭圈喎，各位見唔到啊？佢其實做咗一個隱藏光頭圈，哇，好正咯！我覺得好有層次感咯。650蚊絕對性價比高啊！即係你話哇呢個價錢玩到呢啲錶咧，如果咁都睇唔啱，真係幫你唔到啊！650蚊啊！咁最後一隻咧就係之前條片都出過場噶啦，咁亦都係今集節目啊，唔沉氣再講多一次，係利華達嘅一隻70年代嘅一隻手錶，鮑魚殼啊，12小時刻度啊，咁係做咗長方形嘅立方條，個面都算係幾清嘅，咁係21色嘅自動機芯啊，白底黑字日曆，亦都有日曆框，60分鐘刻度咧係原內影位間翻過去嘅，咁係唔花巧啊，錶咧就係咁簡單，唔係好花巧嘅啫呢隻錶，咁咧個機芯咧就係2783嘅機芯，嗱咁條帶咧就係配翻個就係鋼帶，但係咧係落刀嘅帶，就唔係原裝嘅利華達帶，咁配咗一條啊落刀嘅炮仗帶啊，係鋼帶嚟嘅，咁啊更加令到呢隻錶嗰個觀感啊更加提高佢嗰個觀感。嗱咁係原裝嘅霸的啊，嗱咁我哋睇下佢膠做嘅卜鏡啊，咁我哋睇下佢咩 size 啦。咁呢一隻錶比較大嘅，亦都係35mm 啊，35頭嚟嘅。嗱，俾我睇下35mm。咁啊，因為鮑魚裝啊，佢個甩條甩咧都係比較短啲啊，咁係得40mm嘅啫。咁啊比較厚啲嘅，亦都有11mm 啊呢隻錶。咁以一隻80年代啊，7至80年代嘅錶，利華達係一個瑞士嘅品牌，而家仲喺度嘅利華達。嗱，咁係一個幾咁唔錯嘅價錢啊，650蚊。咁啊，希望各位中意我今日嘅推介啦。咁今集嘅節目咧就分咗兩個價錢，兩個 stage 啊。咁係850蚊同埋650蚊啊。好啦，咁啊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各位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就請留言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個頻道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